来看通联客运啊，像发生各自落涉案件，有民众讲接到电话，讲伊无细字注文伤济车票，爱伊汇钱，而且家己各自对方嘛拢知影。公路总局表示会要求通联调查，2天内会有结果。若通联客运目前已经先甲网站甲 App 拢关起来啊。透早通联位伫台北转运站的售票柜台，人来客去受到官网甲 App 暂时关起来影响，订出票只会当伫窗口，也是超商司机。节日的话，人比较多的话，可能上网买比较方便。像这种平常日的话，就当场买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就是尽量找那种不用输入太多个人资料的方式去买。通联客运第3天前，伫官方面册大出提起民众心防诈骗，其实迄当时就有不少民众已经接到诈骗电话，有人通知订唔到票要求转销，也有人收到诈骗简讯。对此，通联客运已经有方向关掉官方网站，而且自安全员到公司进行初步监视。公路总局北区监理所也已经介入调查。通联客运已经请治安团队进行初步的鉴识，台北区监理所将持续追踪该公司改善的一切相关进度。公路总局表示，目前也无法度确定通联系统监视防侵入加购资外流的笔数，建议业者报警。另外，监视依照违反购资法规范，要看经济行动加后续处理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